一部分进前伫咧台北信义区的夜店台式警察，伫咧挂夜假的时阵，因为登去处理看真人期间违反规定，已经放调登去一般的加角度。今麦也逼出当初选挂夜假的过程有问题，明明这一部分有食毒品的案底，承办人员说是拢无记录，互伊顺利去到挂夜假。法务部长蔡清祥知影了后，下令矫正署着爱检查，承办人员互依照贪渎罪移送廉政署，而且无排除有高层的人员涉案。异性收容人有吸毒的记录，但是承办人把它勾糊，造成分数的误差。明明有食到记录，评比这位却是无够起来，甲信义夜店台警察犯人以保防以满分，转到外一家甲服刑，台北家甲团出审查造假。受刑人要到外一家家，爱经过各检所人员写审查的基准表，分数愈悬，核选的机会就愈大。一保防前3摆申请拢被拍回，这摆雄雄100分通过。原来再犯风险的项目，毒品前科这位方交毋对，调查科的承办人敢若用一句一时的疏失来解释。他是第一次承办这个业务，所以说以至于在整个的作业流程是看我们判决书的一个正面看他是初犯因为观察乐界不会算入累犯的一个犯次，所以说以至于造成他误会。是毋是单纯的行政疏失？廉政署已经介入调查，看是毋是有人牵涉贪污这不法，并且扩大行政调查，追究责任的名单对2个人变做3个人。不过台北家敢若负责初审，复核也经过矫正署机关。各监所报出他的成绩，那矫正署他会做严格的审查。下面到各监所，顶面到矫正署安全督导组，拢有经手过。讲毋是凊彩审查，拢是用上界严格标准来审查。那安尼哪会有这疏失？这决定中是承办人就法度一手来抓天，也是讲有可能有更加层级来涉案包庇。这中间肯定有人拿了好处，然后也肯定就是有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否则每一个关卡都没有发现到，我觉得这是不可思议的。监所关注小组坦白讲，监所不是发生特权加关税的争议，互受刑人用不公平来对待，呼吁家里外部人员来审查，卖互不被风波，一再重创矫正机关的形象。记者综合报道。